传到我们的群组，然后请他们帮我们分享。但是如果直播真的没有人看，其实也没关系。我在自己打开啊，我自己开就会有人看啊。你自己不是。跟大家亚维毛令亚维聊天室开门喽！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维聊天室。这是亚维聊天室第2次直播，上一场直播在刚刚而已。好厉害哦！我今天就是来做直播场的。怎么那么快就会直播？怎么哦？我是昨天晚上恶补呢。昨天我都还不会直播，然后昨天洗完澡就在家摸电脑摸半天。这个真的是我要学他，真的很开心，很开心。无难事。亚维聊天室欢迎大家哦，就是我是不定期会上架新的 podcast。那今天之所以会用直播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访问，是因为哇，我们的活动真的太多了，而且我们活动多到那个时间排不满，只好紧急插播第2场。紧急插播第2场，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泰雅族的电音女歌手苏亚姐姐。耶，大家好，直播，今天直播带货一个活动，耶，直播带货一个活动，然后还要非常欢迎哦，第一次在我节目上面露面，就是对我非常非常好的郭哥行动唱片行的郭宏志大哥，李长博，他说他最近已经开始走这个综艺咖这条路线。对哈，为什么？就一直被人家叫上去，要不然你来垫一下好了。怎么叫做垫一下？不是因为他真的是活字典，很好 Q 的意思就对了。问他什么都对了，真的，他的历史悠久，真的。其实在，亚维聊天室这边有很多非常棒的歌手，都是这个郭哥来帮我引荐。那其实他会来推荐的歌手都是很棒的歌手。然后呢，大部分都是创作歌手。对，创作歌手的话，我们要多多给他们鼓励，然后让这个世界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啦。那亚维不是只会访问这个原住民歌手，但我们本土音乐的创作人都会邀请来。废话不多说了，我的话太多了。今天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重点来，开门见山。先看前面昂昂的这口，昂，这是什么嘞？这是什么？加价来供几嘞？真的太漂亮了。来，今天要来特别的要来。有人说苏雅姐好，郭哥好。Hello， 哇哦，粉丝马上就有了。你看这个红色的叫做“太想听见你”，太想听见你。这个“太”是泰雅的泰，泰雅族的泰，泰雅族的泰，那就是要来宣传我们这一场太想听见你的泰雅语原创大赛哦，因为它快要截止了，所以要赶快插播一下，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那加把劲，继续的来分享，继续的来宣传。其实时间真的很赶呢，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23号了，好，它的活动截止日是6月25号。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协会我们有讨论了，我们的音乐小组有说6月底之前都可以哦，真的？对，还有几天，6月底，我们等你。剩下1个礼拜。真的不哦，到6月底，所以是有可以延长报名的意思。到6月底，因为有很多人都在创作 demo 当中啦。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活动，这个创作活动它的起源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参加？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报名条件，好不好？好的。对呀，首先是因为我们要非常恭喜我们自己，泰雅协会终于成立了。对，全名叫做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吗？有，我们正在发展吗？有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一定要有发展，我们一定要发展的，一定要发展的。哇，我们这个协会自从2019还是2020年的我们的泰雅音乐节，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自发性的很大型的泰雅音乐节，然后我们就集结了。其实也没有那么自发，我是被黄一峰骗过去。
我的意思是，我们也不是骗我们办成那样子，人家以为我们是拿到多少预算？没有啊，零真哎的，没有零。而且零我真的现在回过头去想，我们真的是哪里天大的胆胆子真的很大，真的蛮大的。有2个舞台嘛，一个对是我们自己的创作的舞台，另外一个是电音舞台。而且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舞台都是唱泰雅语。真的而很厉害，且就是自己创作，重点是还都要穿族服。对呀。而且那一次有没有我们？你知道这有多困难吗？真的哦你要很多就是族语的创作音乐人，甚至有的根本就不是族语音乐创作人，他只是一个歌手。对。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呢，黄一峰就召集大家说，我们要来办这个泰雅音乐季，麻烦大家努力下，一人至少写一首族语歌。那我是还好，因为我本来就是做这个。然后其他像之前有一个那个唱跳歌手，哇，好难，好厉害 ，Justin 吗？对对对对，他那次他写的也把我吓到了，生出来了，也生出来了。所以有时候呢，就是真的需要有人去逼迫你，对，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蛮感动的，就有好作品。那时候还有一个喜恩。喜恩也是第一次写母语，写那个光嘛。对。然后我先讲一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说你要上舞台一定要唱泰雅语，所以大家不会的没关系，因为我们有3个制作人，3个录音室，然后我们还有族语老师，我还记得我们分3组，然后大家就互相帮忙，然后到一个 demo 要交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互相说，你们那一组怎么样？然后每一组都说先试探一下那个军情，我们都不会写，怎么样。等到我还记得我们要听 demo 的时候，真是吓到我了，就每个人都这么厉害，好厉害，很过分。难道这就是我们泰雅族就是这样子？就是沙瓦公，嗲嗲，点点啦，嗲嗲，你嗲嗲啦，我故意学苏样姐。对，那其实泰雅音乐季呢，也是我们自发性举办了非常多年，然后都是我们自己上台去唱歌给大家听。这一次不一样，在今年，我们的协会终于成立了。你看，成立这么久，终于成立成功。那成立成功呢？其实我们的协会在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心啦。对，我们其实很希望可以，最终会希望办一个真正属于我们泰雅族的一个音乐节，达拉爱音乐节。达拉爱，我们这个创作前面还有3个字，达拉爱。什么叫达拉爱？这个你就知道。达拉爱其实它就是泰雅族里面就是达拉爱，达拉爱，我们就好像英文会说 Oh my God， 对，很惊叹、很惊讶的感觉，高级的惊叹对 Oh my God， 但是它的意思不是我的老天爷，而是它有那样子的意思。达拉爱，达拉爱有你有多长，拉多长就有多厉害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一天要办达拉爱泰雅音乐节。但是我们因为协会才刚刚成立，我们大部分都是音乐人嘛，所以我们音乐比赛就是第一个，我们今年的泰雅协会我们第一个目标啦。然后终于就开始在举行了，已经着手在举办这个。那我们要先说看看。这个比赛的办法，我们让郭哥来说，不然我们2个女人会一直讲到明天。我们休息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比赛是不外乎有奖金啊。对，这很重要不是肥皂跟沙拉油。对，我们今天不管任何的比赛，第一奖金最重要。对，是那第一个，我们今天的冠军有2万块。2万块，2万块啊！然后我们今天的亚军也有12000，耶！然后呢，我们的季军也有8000块，呀！但是呢，我们现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最特别的，就是它还有现场的最佳人气奖。那最佳人气奖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因为我们其实会在8月9号的时候，对，会在西门河岸留言做一场公开的比赛。是的，然后呢，这一场的决赛，当然你任何的比赛都希望说现场会有很多的你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帮你们加油打气。对，那因为会有人来帮你打气，所以当然知道了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你应该要绕那个游览车的就去绕游览车。那个有包游览车的就会得到最佳人气奖。这样子懂意思哈？这个就是重点了哈。我们苏郎
输人不输阵啊，输阵就叉叉叉啊。对，就是鼓励大家啦，就是尽量可以用母语来做主语的创作音乐。当然你会觉得说啊很难呢，好，回去问妈妈，回去问爸爸，我们是有这个比例啦。对，而且其实那一天8月9号是决赛嘛，在河岸留言。可是那一天还有很特别哦，不是说只有决赛，还有我们泰雅协会里面我们的这些哥哥姐姐，我们的歌手们，我们会共同在台上，共同跟你一起陪伴你。比如说10个人，我们就有10位。1对1，一个对着一个，一定是1对1吗？没有了，就1对1会不会太多？哦，就是我们河岸留言会很忙，对，陪着你，你就不会觉得孤单。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在后面这样子陪着你，陪着你。然后什么时候你可以上这个舞台？其实河岸留言蛮是一个指标性的，真的真的很棒的机会，所以欢迎大家来西门町的河岸留言。我另外再补充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他们的这个比赛，如果你入选了以后，其实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就是培训课程，对，很棒很棒。还有一个培训的课程，当然要去做这个培训课程，他会安排在台北市的某个地方。对至于在哪里我们可能会在下面我们会把地点打在下面对，会在官网上面再公告，但是。就是说，至少它会有一些课程，可以让大家能够更精进，然后可以让大家能够去把你的创作改得更好一点。没错。这些，因为这些泰雅的这些，不管是歌手也好，那其实他们有些是还有录音室的。对，是的，有些是制作人。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有史瓦利的黄世嘉，然后还有 No Name 的都有录音室，易伟易对其实他们现在目前都是越来越厉害，都是非常专业的。比如说像我们最近那个。易伟现在去香港比那个，讲一下他好厉害，中年好声音，哇，他们从好多人，现在到最后12强还是14强，真的很厉害。对，现在每一个人一个比一个，现在都越来越厉害。那既然大家都这么厉害，那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然后呢，也能跟这些厉害的哥哥姐姐们一起交流，然后一起把你们的作品做得更好一点。我们也是互相学习。对于我来讲，其实我会本来就一直会希望，不管任何的语别的一些创作人，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把你们的母语，然后把你们的创作能够把它拓展出来，能够推广出去，把它做得更好一些，然后让最后能够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到你们自己的作品。有的很多人只会唱歌，但是他手里面只是缺了临门的一脚的去写这些歌而已。我觉得这就是给你们的一个动力，有钱那就来吧。真的有钱就来。稍微讲一下这个课程好了。好的。我自己觉得说有这个课程是非常棒、非常难得，而且它是免费的。对，免费，你只要报名，我们也不收报名费耶。不收报名。对呀。原来有一个1000呐。有一些那个是就是说抵押啦，怕你这个占了名额哈，我们还是上完课以后会退给你，怕你占了名额，然后就不来这样子。我觉得课程很棒，因为很多人就像郭哥讲的，很多人就是喜欢唱歌，可是其实你对创作的里面有很多的妹妹嘎嘎，然后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会教你怎么创作，然后教你怎么创作，对，然后还有现在时下很多现在大家关心的有关 AI 的这些课程也有。对，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文化方面的。文化方面，对，文化方面据说有邀请到教授，有邀请到老师，因为其实我们跟台湾音乐馆就是士林那边的这个艺术传统中心里面，他们其实传统艺术中心，他们有一个 library， 对，有一个专门去收集全台湾的，不是只有泰雅族，所有原住民的古调的收集都在这个古调的史料都在这个里面，可以来做参考。所以我们已经跟他们达成，就是说他们很开心，我们办这个
活动，所以我们里面有300首的。说到这件事情，除了创作音乐要唱之外呢，我们也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再唱一首古调。对，我们那天也是会要所有决赛的人。决赛的朋友，既然你都上了舞台，唱了自己的作品，也要唱我们祖先的歌吧。所以这个就会在我们的培训课程里面，就会特别的来带大家，然后更多的认识了解，包括族语，所以真的很棒呢。所以其实大家也不需要担心嘛，就只要放开来报名就对了。即便你是不懂古调的，也不用花时间去做填调，因为已经有前人把填调的资料都已经整理好了，然后到时候来上课的时候，你可以听听看，然后去感受一下，哪一首歌适合我想要唱哪一首歌，然后呢，轻松快乐跟着前辈们一起上舞台，尽情的展现你的创作能力，真的很棒对呀，连我都想要参加，好想匿名哦。不行啊！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我发现现在有很多比赛。有加上这个课程的，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对呀，因为其实你除了比赛之外，不是只有大家分个高下，而是在这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对，我想问，互相交流。像亚薇，你好像是不是之前也有去带一些创作营？对，在这个月这些学生啊，他去参加跟不参加，他有什么有趣的，或是你看到这些学员，我不能说他们是学生，因为很多人来报名参加族语的这个音乐创作营，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在做，对，本来就是在做创作音乐了。那有可能只是他们比较少使用族语，那通常会用一个分享的角度去跟他们分享说，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做族语音乐，做族语音乐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东西，分享给他们。那当然，他们回馈回来的东西也是我在向他们做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碰撞。那如果你也是音乐创作人，你对族语这一块很有兴趣，你觉得说，以后对我来讲，族语这一条也是一条路，可能会有发展性，欢迎大家来参加，来报名参加，因为你除了可以跟很多厉害的人，会创作音乐的人交流之外，其实前辈们的经验也很重要，就是大家一起互相分享，一起学习。我觉得在创作营的过程当中，已经是教学相长，对，非常棒的经验，很有趣。我自己也有几次的经验，是下台东、屏东去参加，也是这些，就是说创作营啊，我是负责声音的部分，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就像你讲的，有很多是他们会创作，可是你看他们会创作，他们还都想要去参加，还要去学，或者我也要学的。不是只有唱歌，还有就是鼠亚姐可以教我找到丹田吗？我妈妈说我没有丹田。我想顺便帮鼠亚姐稍微宣传一下，其实她最近呢也开始在开课，帮大家教大家怎么样唱歌，对，已经终于要出来教。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管你是不是歌手啦，因为现在的人都会讲求说，我有我自己的特色，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盲点，有些眉眉嘎嘎，有任何歌唱的疑难杂症，欢迎 follow 我最近这个礼拜天我就会有2场的体验课，在上我的这个脸书，然后之后也会开始就是会花一些时间来教唱。那我现在回到我刚才我还没讲完呢，我的意思说我在看到他们。其实都很会创作了，可是我每次看到他们一组一组在讨论音乐的时候，其实我身为好像我是老师，可是我在旁边我都会觉得，我也觉得我好像在那个当中，对，而且你就会看到说这一场，就我参加过几次，我都发现没有多久以后，你就看到他们自己就开始创作他们的专辑 EP，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对，有作品，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跟现在参加过以后，真的发出光彩，就我觉得会放光。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是说你对音乐有兴趣，对创作有兴趣，像举凡这一类的任何的这种比赛或者是课程，真的
要多多参加，踊跃参加。踊跃参加。那我们要赶快来说一下怎么报名呢？报名很简单哈。那我们协会呢的网站呢，其实是在 IG。如果你不方便打那么长的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的话，其实你只要打5个字，太想听见你，太想听见你，泰是在这里，泰雅族的就在这里。太想听见你这块板板，对，你只要打这5个字，不管是在 IG 或者是在脸书，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资讯。其实我们是有一个 QR code 啦，对，但 QR code 是真正的如果说你真的还不知道要怎么报名，没关系。雅维聊天室我会在我的脸书这一集节目他会分享置顶连结，直接置顶连结点进去。直达报名表单。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我们的报名的年龄真的是非常range很大，我们是国中以上，一直上线到没有上线，国1就可以了，国1以上，国1到你120岁都可以。那因为有些无爸无恙老人家他没有在用这个。那怎么办呢？所以没关系，想办法找到我们泰雅协会，不管是一伟一凡，你只要知道是泰雅族的艺人歌手，你就说，你们知道有一个比赛，太想听见你，有，你直接找他，他会帮你。对，Udas 雅给没关系，请你的孙子帮你报名，然后你的阿公阿嬷很厉害，很会唱歌的，真的，你把它录起来 demo， 直接上传，直接来报名。对，那我们最近其实是有一个连结，很简单，对，然后有很多人都很担心，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写得很完整？我要编曲，我要什么都不用担心，先把 demo 交出来 ，demo 只要1分钟，然后在中间我们培训课程当中，你可以再修修改改，再修修改改，而且其实精进。其实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很严苛，是要来挑战你鼓励性质，或者是你要多会讲。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都来参加。那因为我们是就像你讲，教学相长。如果你不会，我们有那么多人可以问。我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撇步跟大家分享。虽然说这个比赛呢，它有规定要80%的族语，对，80%族语，80%族语。再讲一次，撇步来了，不是16族的泰雅族语，泰雅族语是泰雅哦。其实我在分享很多课程，就是去参加很多课程，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撇步，第一个就是。写你会的就好了，写你会的，哪怕是吃饭、睡觉就我肚子饿，我想吃饭，这一句从主歌到副歌都这2句，就80%了。对，我们没有这么严格，没有要叫你写一遍，就是我们的门槛只是一个鼓励性质。至少也可以啊，你开始做了1到10可以吧？你只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越来越有趣，越来越好玩。眼睛、鼻子、耳朵也可以，就是80%嘛，眼睛、鼻子、耳朵、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那个，一直重复80%。怎么面多好吃之类的。他那个雅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先太。咬文嚼字，对啦，用生活用语，生活用语。摩沙树一诺，这样子。摩沙沙乌啊桑啦，那么简单。对，就从这个。玛尼妈咪啦。那其实还有一个，我也可以建议啦，如果真的都不会去找一个古调。从古调发展出来，你看我不是有一首歌吗？我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火马不腻》，里面呢，我只有放一句古调，哩妹哩妹嗦啦哩妹，就把它贯穿起来。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哩妹，但是你里面还有别的歌词。李妹是谁？李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李妹是一个名字，它也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名字，它也没有特定是指快乐的氛围，古调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其实都可以，所以你不要想太难，从你会的开始，然后就是赶快来报名，月底前剩2天了，还有对，为了
对对对，为了你们1个礼拜延长，我们延长哈，就延长报名期程而已。对，6月底等你哦，等你哦。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讯息，如果你真的还是不知道的话，记得我的脸书雅文莫瑞的脸书，我的置顶留言会帮大家放链接上去，但是要等我直播完。好，今天反正我们多了1个礼拜的时间嘛，对，那今天很开心，好，最后一波宣传了，真的谢谢雅薇，可以赶上我的首次直播，也真的很感谢蜀亚姐，还有很感谢郭哥，谢谢郭哥。对，那以后呢，谢谢欢迎大家赶快加入我们的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什么泰雅音乐节，对，我们的慢慢的达拉爱音乐节，一步一步来。很想要做结尾，然后突然间想到说，我们的这个理事长是黄一峰先生，然后雷莎达巴斯，然后副会长是谁？是温岚 Landy。那当然，最近他的身体状况。有开始恢复了，有在恢复了，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对，没错，让他多休息，很快他就会再跟大家见面。然后要跟大家爆个料，就是他一直很关心这个比赛，真的，他很关心，他不断的在问近况，然后蜀亚姐就说：“你好好休息好不好？”蜀亚姐直接回：“你可以好好休息吗，妹？”对，因为他很有心，很关心我们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一块。然后其实本来他那一天也要跟大家一起上台演出，他就觉得说，哎呀，怎么我不能那个？但是我觉得留得青山在了。对，我们每一年都会办。对，好哦，那记得以后一定要来多多参与泰雅文化艺术协会的活动。对，太想听见你，赶快报名！谢谢大家，谢谢，拜拜。Kusinga Yawai Mauring, Pagita Davavau Nialaki, Naskaya Dalam.